宁宇轩呢？夫人，侯爷让我们在这里保护您的安全。我要去找他。走。宁宇轩，夫人，都别动！再敢乱动一步，我就杀了他！我担心你有失所，所以跑出来了。让你的侍卫撤到5里以外，立刻！大哥，你这样拿我威胁他是没有用的，白费心思。我知道这次是我错了，我自己的错我自己承担。你走吧。快点儿！撤！侯爷，撤！把你的剑放下！走！把剑放下！爹，不要爹！爹！把剑放下！轩儿，把眼闭上。放下！走过来！快走！宁宇轩，你快走啊！你不要管我。这个兄弟，有话好好说。我现在就在你的手里，要杀要剐都随便你。你不要冲他来，你不要！宁宇轩！宁宇轩！你怎么样？
侯爷，您醒了。刺客都抓到了吗？死了一半，抓住了一半，活着的还没等咱们审问，就已经自尽了。罢了，反正不用想，也知道是谁的手笔。临近海防，这凌大人越发心急了。他们想让我走不进海防，没这么容易。侯爷深谋远虑，福泽深厚，绝不会发生意外的。侯爷，您昨夜为何把剑放下？侯爷，昨夜您昏迷，是夫人把您拖回来的。聂桑榆呢？夫人在院子里给您熬药，要为您治疗伤口。立刻派人回京，暗中探查聂桑榆的下落。夫人不就在院子里吗？他可能不是聂桑榆。聂桑榆肩上有胎记，他肩上没有。那院子里的人，速速去查。是。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我不允许你娶她。就算这辈子我们做不成夫妻，任何人也不可能。夫君啊，我听说咱们之前是有一点小误会啊，但是我相信这一定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的，是吧？聂桑榆，你扰乱宁府，罪不可恕。那我没做过的事情为什么要认啊？聂桑榆从小研习小楷，字体娟秀，但是这几个字力透纸背，没有10几年的研习是不可能写出来的。自从我从高处坠崖之后呢，记忆全无，现在是侥幸死里逃生，也算是一次新生吧。那你脑子里还有没有蹦出点别的什么来？什么别的？比如过去的记忆。曾听过在你飘雨的眼中。夫人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吓死奴婢了！这侯爷怎么受这么重的伤呀？夫人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木须，这些药可都是按照剂量来的，可千万不能弄错了。都是按照您吩咐的调制的。那就好。我早该猜到，你们根本不可能是一个人。您有没有觉得侯爷最近的态度改变了许多？对您也没有之前那么冷漠了，这次竟然还……宁玉轩，把你的剑放下！忘情河流淌潺潺的波澜，流过人身体柔软的琴弦，谁念着两情相印进深渊？夫人，夫人啊，他呀，是变了许多，变得色眯眯的，一有空就想占人便宜。可是，那你究竟是谁？为何会跟他长得一模一样？又为何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身边？老大，怎么样？除了侯府的一些侍卫，没有发现宁玉轩和聂小姐。
我发现啊，这宁宇轩的命可真硬，又让他给跑了。哎，老大，你说这些想杀宁宇轩的刺客到底是谁呀？难道也是咱茶帮的兄弟？应该是宁宇轩的对手。宁宇轩身边如此危险，得早日把小梅带出来才好。哎，老大，干嘛这样看着我？谢了。不用。该说谢谢的人是我吧？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受这么重的伤。与你无关。怎么与我无关？你不是为了保护我，所以才会放下剑的吗？伤口又疼了。没事。能不能答应我，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，不要放下你手中的剑，不管为了谁，包括我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包括我。坐过来。啊？坐过来，听不懂啊？哎呀，行，慢点啊。少年郎看花微微笑，鸟儿在枝头摇一摇，暖风也追着莺儿跑，等你莞尔一笑了逍遥。哎呀，快来吧！别乱动，一会儿伤口会痛的。啊，你就这样啊，这样靠着我，是不是舒服些？就这样啊，歇一会儿，不许乱动哦。有我在，放心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动得了你一根汗。下次不要再让我看到那些人哦，否则我把他们给撕烂。哼，没事哦，有我在。管他水滔滔还是路遥遥，时光与我都在陪你老。任他风萧萧，舟儿水中飘，笑看星辰起落，月儿皎皎。这世上，你还是第一个要与我同生共死的人。眼下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尽快帮你找回记忆，搞清楚所有谜团。侯爷，好大的一份礼呀！宁宇轩，这就是你从京城不远万里来办公的点儿。对啊。哎，你看啊，我觉得呢，你现在伤还没养好，不然咱回去养养伤，好了再来。不用啊。嗯，用了你的药，我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啊，这样啊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与百姓有缘，才来到此。7寸心无愧不负于斯民。切，匾上都是错别字。对
看，这匾上的字都能写错，里面肯定不是什么正经办公的地方。走吧。馈字少了一点，民字多了一点。为官一线，心中少一点愧疚，多一点百姓，何错之有啊？能写出这副对联之人，又怎会最后落得一个贪赃枉法、跳崖自尽的下场呢？走吧。说不定里面还有别的惊喜。走。宁宇轩。这里面也太可怕了吧！别进了。怕什么？不是，哎呀！这是大堂啊！这比灵堂还可怕！我跟你说，宁宇轩，你要是想在这儿，你自己待在这儿，我可不跟你住这儿。谁说我要自己住了？县令携家眷住在县衙，这是规矩。夫人若是不愿意，可以去后院视察一下。后院？但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别从诰命夫人变成饶命夫人了。笑话！这个后院怎么是这个样子？就是这么吓人。那应该就是卧房吧？走，去看看去。不怕了。没事。侯爷，要不要我去找人准备饭菜？不急，先等等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？夫人，我不敢进去。怕什么？我就不信了！大白天的，这里头还能闹鬼不成？怎么了？那个后院有什么呀？就是这儿，吓死我了！这就是你说的死人？
松手啊！我害怕。你不松手，我怎么去检查死人在不在里面？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都已经怕成这样了，你还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？你讲点理好不好？我是在帮你检查啊。我也是个女人，我也会害怕的。那你平时就不是个女人了？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空的。前任县令协议家老小跳崖自尽，只留下一封血书自述其罪行，除此之外，别无家眷。谁在这儿给他设的灵堂？又是谁摆的棺材？哼，所以说，所以是个警告。我又没招他们，没惹他们，为什么要警告我啊？他们警告的是我。明白了。他们原本是想给我个下马威，可惜就凭这样的招式，根本吓不到。不过吓到了我身边的这位二品诰命夫人。吓我！我就说一进来感觉有蹊跷，果不其然啊。夫人看似好像一点都不害怕呀。不害怕。那既然不害怕的话，以后夫人住这儿还是早点打扫出来的好啊。为什么要我来打扫？是夫人说的，你是2品诰命夫人，得住在天字号房，而我是7品小小县令，只能住在柴房或者厢房。那我睡厢房去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房间给你，你来打扫。一颗珠子打扫这个房间，你是做还是不做呀？哎呀，没有办法，谁让你是懒猪呢？孟雪，抄家伙！哎，睡呀啊！哎呀，谁把地扫这么干净啊？是啊！哎，快！参见大人！参见大人！参见大人！哎，大人，小的是这县衙管家，不知道大人今天能够来到海坊，有失远迎，还请大人见谅。无妨。县衙已经打扫干净了，今日天色也不早，诸位早些休息啊。明日落回岗位便是了。是大人。快，走！这些人看起来颇为懒散。对你也缺乏尊敬，不像个吓人的样子。想必这背后一定有人指使。看来是有人想用对待前几任县令的方式来对待我。既然他们想送我们一份大礼，那我们就该好好想想，该怎么回这份礼。齐河。就这一天，咱们这破旧的房子就变了样一样。那是，我是谁呀？行，穆雪，今天也忙活一天了，快回去吧。是，夫人。
怎么样？侯爷，属下无能，并未找到老鼠踪迹。怎么可能？我刚才明明看见他在那儿的。不会跑到这里来了吧？啊！鬼白，记着找找。是。侯爷，这老人常说耗子通人性，我们人说的话他们都能听得见。这会儿听说咱们要抓他，藏得正紧呢。我估计这一时半会儿是找不到了。算了，今天晚上我就睡这儿了。大不了我今天晚上把头给盖上，绝不能让它咬到我的脸。又或者，你去我屋睡，你睡床，我睡地，行了吧？不过如果你不忍心的话，也可以我睡床，你睡地。不去，真不去啊？鬼白，走吧。你一颗蓝珠啊！干什么呀？奖励你自己睡地上，我睡床。明天就让鬼白把老鼠抓出来，到时候自己回房间睡去啊。哎呀，你说你啊，刚到海防，要么就是看见棺材，要么就是碰见耗子。太惨了，这得是得罪了多少人呢？我可没你这本事。我什么本事啊？你说我在宁府啊？对了，你要不提我都忘了。想当初本小姐是怎么把宁府的下人们治理得服服帖帖的？要不这样吧，明天呢，我去后院打点一下下人，如果事成的话，你给我2颗红珠，怎么样？不贵吧？你要是真能办成，别说2颗了，我给你100颗，怎么样？你说呢？100颗。睡觉。不许反悔啊！嗯。100颗。回禀陛下，臣近日听闻刘平章身体抱恙，陛下派御医前往，也未有好转。今日未能上朝，臣心知这平章之症，乃是心系朝廷，操劳过度所致。平章大人乃是国之重臣，理应先行休养，再行政事。臣斗胆，恳请陛下设立代平章一职，好让刘大人安心养病。王爱卿有何人选呢？陛下，兹事体大，唯有德才兼备之人方可胜任。原先左执政宁大人倒是很不错的人选，只因宁大人触犯了律条，发配海方，恐难当此任。依臣之见，这代平章一职，不如让右执政的凌大人担任。
爱卿不必多虑，太医已经回话，刘平章的身子过几日就能好转，所以代平章一事暂且不议了。禀陛下，谭王殿外求见。传谭王上殿。臣叩见陛下。皇叔，今日前来有何要事？陛下，臣乃是为平章一事而来。刘大人年迈，体弱抱恙已久，已不再适合担任平章一职。至于新任平章，臣有一人推举。何人？正是林执政。适才刑部尚书王大人刚刚提及此事，没想到皇叔又提及，看来你们二位还真是心有灵犀呀。陛下，臣并未与王大人商议过。不过既然王大人也做如此之想，可见此乃人心所向。皇叔，平章一职关乎国家社稷，所以要容朕好好的想一想再说。事不宜迟啊，陛下。不如陛下问问其他大人的意见。陛下，臣以为新任平章之人选事不宜迟。陛下，臣也以为新任平章之人选事不宜迟。臣附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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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臣附议。众位爱卿都如此，那就是说，朕的决定是错的了。臣不敢。林建新，你怎么想？一切听从陛下定夺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反对。陛下，家事如今离病情好转在即，区区数日而已，不必因此便草草定下新任平章人选，更不必设代平章一职。而且臣觉得，林大人并非是最佳人选。那你有何人选呢？臣自荐，愿能为陛下分忧，为国为民尽一份心力。臣也自荐，臣也想做平章，为国分忧。臣虽为武将，亦对国家忠心耿耿。若平章一位空缺，臣愿意主动请缨，愿为陛下分忧。简直胡闹！陛下，皇叔，平章一职确实重要，而今天有这么多位爱卿都愿意承担此重任，所以要容朕回去想一想再说。好了，今天就到此，退朝。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不然我就
怎么样了？二品诰命夫人，我这100颗红珠子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哼！你说这海方的人怎么就油盐不进呢？啊，给什么都不行啊！你有没有想过，可能不是钱的问题？那是什么问题？你一会儿干嘛去？我可不像某人坐吃山空。我呢，一会儿要上街去看看东西。毕竟在京城，我可是要开店的，结果被某人打乱了计划。那来到了海方，我还是照样要把我的水粉铺子开起来的。好啊，那我陪你一块儿去。不用。可以了吗？好吧。想什么呢？我总觉得好像……哦，我也不知道，没什么。来看看，哇！哎呦，姑娘看看，姑娘，这么大的珍珠啊！我第一次见这么大的。不合适吧？有点太高调了。拿下来吧。哎，姑娘，你这珍珠怎么卖的呀？肯定很贵吧？大的30文一颗。30文。哎。这个小的呢？小的15文一颗。15文一颗？哎呦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这里珍珠的价格是京城的1/5，那我岂不是可以把珍珠买来磨成粉，然后再把它加入到我的飞碗霜里面，既可以美白，而且还可以降低成本啊！太好了！新鲜的鲜花！老板娘，这个是什么花呀？这是祭丹花。祭丹花？夫人不是本地人吧？我们海方的姑娘都是将这祭丹花当做自然发饰，别在发间。哎，公子，给你家夫人买几朵吧。那包起来吧。这大喇叭花是什么花呀？这不是大喇叭，这是马蹄莲。马什么莲？马蹄莲。马蹄莲。夫人，此花放在家中欣赏无妨，但是千万不要误食，误食了此花呀，会导致中毒、昏迷、嘴唇发麻的。谁会吃花啊？哎，老板娘，我觉得这个花好好看，你帮我多包几颗吧，好吧？好嘞，谢谢啊。哎，老板娘，你这里花这么多，以后我都要从你这儿进啊。能给夫人长期供货自然是好，可是我这些花呀，都是从外地进货而来，没有蛟龙帮的允许，货船是靠不了岸的。今天是夫人幸运，等下次有货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船舶靠岸，为什么要蛟龙帮来管？公子，你有所不知，自上任县令自尽之后，蛟龙帮就奉县衙之令保护码头。实际上，公子，蛟龙帮耳目众多，这些事啊，还是不要再打听的好。老板娘，这个也帮我包起来吧。哎，拿银子。啊，来，夫人，谢谢啊。多谢老板娘。走好啊。谢谢啊，老板娘。卖鲜花嘞，真好看。哎，你饿不饿？我有点饿了，吃点东西去吧。好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前面呢有一家谢氏的烤肉特别好吃，还有对面有一家面馆，我忘了叫什么。可是上次如果我去，
什么呢？啊，这家也不错啊。走吧。快点，饿着呢。哇，店家。哎，老爷夫人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哎，你们家饭点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哎，您这边坐，这边坐。来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哎，您瞧。来盘凉拌黄瓜2两，醋溜3、4、5两，清蒸鲤鱼15两。你们家这是吃饭的还是吃钱啊？太贵了吧！哎，怪不得一桌客人都没有。走，回去。夫人，要不然就在这儿吃吧。啊？你傻呀？这明显就是黑店啊！走吧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你没事吧？真要在这儿吃？啊？那你吃，我没钱。哎，客官，别走啊！回家了，客官。哎，您慢走，您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真败家。小二，来，怎么了，客官？帮我转告你们陆老板，以后饭菜的口味都得按这个标准来。我不知道县令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县令？啊？帮我转告他，别拿对付前任县令的方式来对付我。我不吃这一套。大哥，已经打听过了，集市上这些货物每一个都有定点采购的买家，而且运送货物的船只都要听蛟龙帮的命令靠岸。这个蛟龙帮的帮主沈连成，应该就是咱们要找的查帮的一员。想个办法会进蛟龙帮，一定要查个清楚。好。你是谁啊？你干什么？警告你家相公，来到海防的地界，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。啊，来威胁人了是吧？哼，说，谁派你来的？问这么多干嘛？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跟我回去，否则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别乱来啊！我这的话可是有毒的，你要是敢乱来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有毒？哎，别！哪有毒？我看你就是哄小孩。真有毒！我刚才提醒过你的，你快去看大夫啊！带走！侯爷回来了，您之前交代的事有眉目了。查的怎么样了？这个陆管家陆德奎果然不一般，他还有另一种身份，停云阁老板是吧？侯爷知道了。今日在街上闲逛，碰巧被我看到了。对了，你帮我去查一下，在这海方哪些是他们蛟龙帮的产业？是。夫人呢？夫人还没回来。没回来？夫人呢？大人说的什么，小的听不懂啊。听不懂？停云阁酒楼陆德奎，怎么有空来县衙当管家呀？是蛟龙帮给的钱不够多吗？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夫人在哪儿？若答不上来，
屋里那口棺材，可就是为你准备的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应该是九牧赌坊那个李明，是他昨天扬言说要给大人一个下马威的呀。九牧赌坊？对。我没来找你，你先来找我了。哎呦！给你1个时辰时间，带上你的人滚出县衙。聂姑娘，你醒了？元兄，你没事吧？头还疼不疼？哎，我没事了。我这个是在京城吗？你在我海坊的住所。啊，对，我在海坊。哎，你也在海坊啊？在下是个云游商人，恰好做生意来到海坊，没想到与姑娘如此有缘，再次相遇。哦，我怎么记得我是在路上跑着，然后就被人打了一棍？不会是你吧？是我打的。啊，是我把匪徒打跑的，救的你。哎，那匪徒现在抓到了没有啊？他们落荒而逃了。这个蛟龙帮还真是放肆！新县令赴任的第1天，竟敢掳劫了县令夫人。所幸无事，你去给这个新县令下个拜帖，邀请他明日来参加我的寿宴。咱们要为这个新县令好好的压压惊。是。小姐。爹，明天就是你的寿宴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明日府上要来一位贵宾，你呢，要少说话，千万不可冒失。这客人到底是谁啊？新上任的县令宁宇轩。啊，爹，一个小小的县令，你至于吗你？他可不是普通人，此人来到海坊，那可是当今圣上亲自指派的，其中的利害关系，我就不必多说了。总之，你少言就是了。知道了，爹。夫人，咱们看了这么多家铺子，还是没有看合眼的。哎呀，要么就是面积太小，要么就是位置太偏，要么就是那个屋子实在太潮了。这如果再找不着，不然我们还去摆地摊怎么样？啊，不要吧，摆摊。那这铺子要是找不着合适的，我们也不能凑合呀。叶老板，袁大哥，怎么我一见你就愁眉苦脸的？又是为何事心忧啊？别提了，我这一上午把海坊这几条街都逛遍了，就是没找着一间合适的铺子。叶姑娘，我前些日子恰好看到一间不错的铺子，不知道是否合你心意，我带你去看看。真的啊？当然。就这儿。
老板，哟，几位来看铺子啊？啊，各位请随便看，我这铺子坐北朝南，南面临街，北面有窗，这儿呢有柜台，旁边啊还有空着的货架。哎，老板有仓库吗？有，这扇门后面啊就是后院，有一个大仓库。我这仓库啊，避光干燥，阴凉通风，特别好。怎么样，聂姑娘，喜欢吗？喜欢。他这里这么好，你有没有问过他多少银子？我，老板，请问您，这里多少银子啊？您若是喜欢，优惠价800两。值这个价，但是我今天没有带够银子，我改天再来啊。走吧，走吧。等等，聂姑娘，老板，这铺子我要了。哎，不行，哎这，哎呦，公子有眼光，够豪爽。不行，袁大哥，您稍等啊，我马上去给您拿房契。老板，不是，哎，袁大哥，我不能要你的钱啊。我们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做生意的吗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啊！我之前已经欠过你1次人情了，我不能再欠你银子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铺子的位置有多好？你不用跟我说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不能要。往东走是最大的乐坊水燕居，每当华灯初上之时，那些达官贵人带着姑娘去乐坊，这可是必经之路。水燕居？对啊，往西走，有一大片官家住宅，富家小姐们可是闲不住要出来闲逛的。这得天独厚的位置，最适合做的当然是你那胭脂水粉的生意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听朋友说的。这样，那行，那这个铺子我要了。但是袁大哥，我先跟你说好啊，这只是我暂时借你的钱，等我以后资金周转开来，我会第一时间还给你的。行，就按聂老板说的来。谢谢袁大哥。王府寿宴，这个王解瑶还真是按耐不住了呀。夫人今日怎么这么高兴啊？你在这儿呢？哎，我刚要去找你呢。是不是找到铺子了呀？岂止是找到铺子，我告诉你，你夫人我找到的是全海坊最厉害的铺子。是吗？所以呢，我在这里正式通知各位啊，马上我的铺子就要开业了，到时候邀请各位都去啊。夫人，我这儿呢倒是有个绝妙的办法，能够让你结识海坊的名流千金，这些可都是你的潜在客户啊。真的啊？哼，你不会又在玩什么把戏吧？那你倒是去还是不去吧？不去拉倒。哎，我没说不去。那我等你。收拾一下，马上出发。名流千金，真的。不去拉倒。哎，我没说不去。那我等你。收拾一下，马上出发。名流千金，真的。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哎，会不会又不会穿衣服呀？来啦！
美吗？问你话呢，美吗？怎么这么慢啊？刚才干嘛去了？采花去了。采花？你没发现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吗？今天夫人的头饰和以往的比起来，确实不一样。哎呀，这话别碰坏了。哎，我刚刚走过来的样子像不像你的贤妻？你要是不说话呀，最像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准备了好久呢，你等我一下。来，哎呀，宁大人初到海坊，这里远不比京城的锦衣玉食啊！不知宁大人是否还住得惯呀？海坊地大物博，和京城比自是各有千秋。王老板，听说县衙之前发生过凶事，哎，这搞得我夫人心有戚戚，夜不能寐啊。是啊，县衙确实有诸多的凶事啊。前几任县令，那真是福薄命薄，令人惋惜呀。当然，他不比宁大人您是福大寿大，定能驱邪避魔。那王老板可知这几任县令都是怎么死的？哎呦，这不是我一介草民所能得知的呀。坊间传闻，前任县令是因为贪腐暴露，一家3口全部跳崖自尽了。还有人说他是被逼死的，谁干的？据说是上面的意思，其他的在下就不知道了。海坊不像别处，这里是3水的尽头，天然的通商之道啊，上面很多大人物都盯着呢。这里头的利益关系，那就不是在下所能得知的了。你觉得我信吗？来，宁大人，我敬你一杯。啊，久闻王老板在海坊经商多年，富甲一方啊。怎么看今日这寿宴，着实有点普通啊。在下虽然经商多年，但是在下那些钱银呐，都救济了那些贫苦的穷人，这也是保一方平安嘛。哎，你说，前几任县令是否和我一样，也曾经是您府上的座上宾？宁大人，这位是我夫人。哦，那是在下疏忽了。这是我夫人，红珠。谁叫红珠？谁是红珠？宁大人，来。你看，这红珠夫人的皮肤可真好。是啊，这项链也挺特别的。我也想要一条一样的。我就是在那个西市陈记首饰店买的啊，真好看。哼，不过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红玛瑙，还好意思带出来？这个玛瑙啊，自身它就稀松平常，也就南红玛瑙、戈壁玛瑙才值点钱呢。这位是这位是在下的小女月离。王小姐啊，幸会啊！恭祝令尊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
不过今日令尊祝寿这么大的场合，怎么就连块肉都没有？啊哈，宁大人呐，刚刚来到咱们海坊啊，就查封了9牧赌坊。宁大人真是一心为民，大快人心呐！我这个人平素最不喜欢的就是吃喝嫖赌的那些人。今日呢，在下摆此宴，就是为了感谢宁大人为我们海坊肃清了一股邪风。来，咱们一起敬宁大人一杯。来，敬宁大人，敬宁大人。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今天听王老板一席话，真的是让我感慨颇多。你说王老板作为海坊的首富啊，首富，居然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用来做善事上，积德行善啊！自己家里过得这么节俭，你看，王老板，真的，这杯酒我一定要敬你，接受我的敬意。我这位红珠夫人啊，曾经在御前舍命救过我，被皇上亲封为2品诰命夫人。哎呀，夫人真是女中豪杰呀！过奖了。夫人与宁大人那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啊！来。哎，月里啊，你也敬一下宁大人和红珠夫人呐。见过大人，红珠夫人。看什么看？哎，王小姐，我有一样宝物特别适合你。什么宝物？哎，墨雪。快，给王小姐拿过去。哦，快看看。月离，不要辜负了宁夫人一番好意，打开看看。就是，看看也不吃亏的。这是我特制的飞晚霜，针对你现在这种脸上遇到波折的情况特别好用。你放肆！哎，王小姐，王小姐！哎呀，宁夫人，小女从小娇惯任性，你不必在意啊。快走。王老板，其实我另外还备了一份贺礼。哦，夫人。你不想结交千金名流吗？木雪，王老板，宁大人，你这是何意啊？这可不是一般的图。我宁玉轩自为官以来，外出公干不少，每次势必离开，总有人以金银相送，而我却分文未取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我会命人取当地的一捧土，以示警戒。这次我来海坊，特意把珍藏多年的土都带来了，想要赠送给王老板。只求等到我离开这里的时候，王老板能助我取一捧海坊的土离开。宁大人，
你真是大大的清官呐！这盒土，它真是寓意深远。放心，在下一定会好好的珍藏这盒土。哎，怎么送人家土啊？这不是跟你学的吗？我什么时候送过土？我送的东西都很贵重的。王老板，我这……诸位父老乡亲，我夫人素来喜爱研究胭脂水粉，近日来到海坊，便萌生了想要开店做生意的想法。如若之后夫人真的在海坊开店了，届时还请各位赏脸光临，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。宁某在此先谢过了。今天在座的各位贵宾，只要光临小店，一定有大大的折扣。哎，王老板一定记得去啊！宁大人放心，在下一定会好好的捧夫人的场。那我就先在这儿谢过王老板啦。时候不早了，告辞。都给我滚！